姐妹，大家平安。礼拜即将开始，请大家安静心，开始礼拜。敬拜赞美，请喜恩诗班。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现在应该要说午安了哦。我们来唱敬拜赞美的诗歌，那我们请大家起立好吗？这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叫做《奥秘》，就是我们相信经历了这一次的2年多来的疫情，我们就会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歌。我们先请圣歌队来帮我们唱一次。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人心未曾想到。从日出到日落，从短暂到永远，神的眼目眷顾敬畏他的人，永不停歇。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借着神灵向人显明，向人显明。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好，我们一起来唱，它是一首很简单歌。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人心未曾想到。从日出到日落，从短暂到永远，神的眼目眷顾敬畏他的人，永不停歇。一样哦，我们来唱眼睛未曾看见。好，我们请姐妹来唱。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人心未曾想到。好，现在换弟兄。从日出到日落，从短暂到永远，神的眼目眷顾敬畏他的人，永不停歇。好，我们一起来。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借着神灵向人显明，向人显明。谁知道主的心？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再一次，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
见证奇迹。感谢神。好，我们请坐。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很幸福？我们其实今天可以坐在这里，真的是感谢我们有一位神，我们认识他，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很彷徨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力量说：哦，主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对象，然后跟他倾心吐意。好，那我最近在背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你们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唱。如果现在不论你是喜乐，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在受苦，但是我们就来向这个神说：主啊，你有权柄来统治一切，你又创造了我，所以你来掌管我。我们来唱这首歌，有一位神。我想这边应该大家都很熟这首歌哈。好，我们请圣歌队先唱。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是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个神是阿法，也是欧米伽，他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所以不论我们活多久，不论过去或现在，他都知道我们。所以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你；在我们还没有被创造以前，他就知道我们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宣告他：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再一次的宣告：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
典慈爱，是现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有权威荣光，他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是现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神，我们来认识他。感谢主，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是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或许我们有隐而未现的罪，这时候求你来赦免我们。或许我们在罪中被捆绑，但是主你认识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互相代求，我们为着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为着现在或许生病在家，在线上祷告，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为着工作上面有困难的，我们为着在经济上有困顿的，神你说你是使我们在信上富足，并使我们承受你的国度的这一群人。是的，主，求你让我们在信上富足，让我们就在信仰里面没有缺欠。谢谢神，我们感谢你，赞美神，你做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告白我们的信仰。大家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读启应文第10篇，也就是诗篇27篇，在国语圣诗后面。我来起，请会众来应。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作恶的人攻击我，仇敌杀害我的时候，纵使大军围困我，纵使仇敌袭击我，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庇护我，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我要在他的圣殿里欢呼献祭。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你对我说：上主啊，我要寻找你。求你不要发怒，赶走你的仆人。
拯救我的上帝啊！就是我的父母离弃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他们用谎言攻击我，恐吓我。我相信，要信靠上主，要信靠上主。现在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你是创造、救赎跟审判的主，你有绝对的主权，你的旨意最美好，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蒙救赎，成为你的儿女。我也感谢你们，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聚集。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向你来承认，有时我们会软弱犯罪，所说的、所行的，是你不喜悦的；有时做你不要我们做的，以及没有做你要我们做的，或是不明白你的话，以至于犯罪。求主饶恕赦免我们的罪。主，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求主你也医治我们当中那些心灵和身体有病痛的人，安慰伤心的人，赐力量给我们软弱的人，坚固我们的信心，常常学习真理，根基能够稳固，使我们不致摇动，仍然满有福音的盼望，喜乐平安充满我们。今天的礼拜，帮助我们能够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你，按你所喜悦的来侍奉你，行在你的真理当中，被你的圣灵充满，满有你的同在。求主也使用陈家生长老的口，传讲你的话，使讲的听的同蒙益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于新约哥罗西书1章21到23节。哥罗西书1章21到23节，在和合本第283页。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请基甸会陈家生长老来证道，题目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各位兄姐平安。我代表200个国家的基甸会向大家请安，来这边我们来分享主的道。我们现在先低头来祷告。天堂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来到你所创立的教会。130多年前，你差遣马偕博士来到这里，创立了这间教会。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我拣选的这间教会，而是你拣选我来这间教会。主啊，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我所讲的不是靠着我的知识，靠着我的能力，而是靠着你的旨意，透过你的话语临到我的身上，让我能够分享给
众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赐给这块土地的平安。我们这样恳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的话，今天的我们的题目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在哥罗西书里面的话，第1章23节这边有讲到我们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在开始讲到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铁达尼号要开始沉船的时候，大家都要跑。大家也知道，救生艇的数目字位置不够，所以要排队，大家都要排队等上救生艇。其中有一个牧师，约翰哈伯 （John Harper） 的牧师，他也在排队，但是他站起来，他说：“基督徒站出来，我们已经得救，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主的恩典，把位置让出来给没有接过福音的人。”他刚开始讲第一次，没有人理他。他在讲，真的有很多基督徒站出来，把位置让给其他的人。他这个故事的话，到最后，当然他最后跟船一起沉下去，然后这个讯息传到美国去。他的告别式的话，很多人参加，几千人参加他的葬礼。大家也都知道，在沉船的时候，铁达尼号的乐队这些人没有跑走，他们继续演奏，尽他们的职务。在危难当中，他们没有抛弃他们所应该做的，他有演奏，更加与主接近。John Harper 这牧师和这些乐队里面的乐手们，他们到了最后一刻，仍然坚定不移，不离开他们所信仰的部分。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知道人性里面的光辉。哥罗西教会的情形，它不是那个保罗创立的，它是所谓的外邦人创立的教会。在那里面的话，有很多异教，不是只有不同的宗教，甚至于还有犹太教。它那个里面的环境跟台湾的很接近。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都知道有道教，有传统宗教，不只是这些宗教，甚至于我们基督教，还有所谓我们叫做异端也过来。哥罗西教会里面的话，各种宗教，甚至于还有犹太教，还有一些我们讲是假先知，传达一些讯息，迷惑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所以保罗会写这封信，要他们的话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台湾的情况一样，我们的庙宇很多，甚至于我们还有所谓的卡拉 OK， 喝酒的地方有很多。台湾的话，情况跟那时候的话都很接近。那我们台湾目前的话，这些宗教大概求平安，所谓的福禄寿，高官有职务，有钱，有长寿。所以我们到庙宇里面去，他们所求的就是这几个东西：福禄寿。跟哥罗西教会里面所情况都是一样。OK， 那么在我们追求灵命的成长当中，我们根基怎么稳固？我们在根基怎么稳固？在我们所信的道里面恒心。我们信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根基怎么稳固？有时候我们信仰的根基，假如你建立在环境上，环境一改变，怎么样？以我个人的例子，我是第3代的基督徒。小时候上主日学，然后到少年团契、青年团契之类的，这个环境里面所谓的温室都是固定的，
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系统里面成立。但是我出了社会了，环境改变了，社会里面的情况跟教会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出社会的时候做贸易，大家都知道贸易的话是国外贸易，有日本人来、美国人来做贸易的，晚餐没问题，还有2次会甚至3次会。你环境改变了，你为了生意、为了生存，你要不要去？所以我们环境一改变，我们的信仰可能会动摇。有时候我们信仰会建立在神迹，某一个神医，他有主的恩典，会治疗疾病。我个人的亲身的经历，20几年前的时候，我有50间。结果有一次，有一个从印度来的神医，大概是一个团体请他来我住内湖，来我们内湖布道。我太太说：“你去给他看一下吧。”当然就去了，一样的。这个神医的话，他会讲一些布道的事情，讲得不错。完之后一定说有疾病的到前面来，他为你们这些人祷告医治。的确的，他为我们祷告，摸我们的身体。我50间的话可以举起来，可是2、3天之后，我50间还是回来了，还是举不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建议说这个神医真的现场里面疾病都得解除了，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我们的信仰它真的是有基督徒的有神的事物，我们信仰他。可是神迹不是永远的，它会退掉。有时候我们会建立在属灵领袖，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牧师或是传道，他的讲真的很好，会激励你的人心，让你觉得说他讲的让我很感动，真的我们要依靠主。但是这些属灵领袖有时候会跌倒，我们常常会看到报纸常常讲某一些属灵的领袖，他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没办法，他跌倒。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连这个属灵领袖都会跌倒，那么你们基督教这个信仰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根基都会依靠的环境、神迹跟属灵领袖，都是依靠属世的。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的根基应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在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5节，这边有讲到。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雪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上。我们根基要建立在哪里，才不会倒下来？这句话里面讲，我们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大概大家都知道，20、30年前，南投有一些大水灾，有一些旅馆建立在溪水旁边，结果大水一来冲倒了，它的根基不稳固。你建立在磐石上面，根基稳固，就是这个道理在内。但是你根基建立在磐石上，是不是就没问题了？不一定，你还要坚定不移。约伯大家都知道，他信靠主，他的根基很坚定，但是他也曾经失去财产，牛羊什么被人家强盗抢走，他的儿女也被杀，他自己的身上也长了毒疮。保罗，他也曾经他自己讲了，他被鞭打过5次，用棍子打3次，石头打了1次，他甚至于还有1次死掉，被人家丢到城外。后来他复活醒了，又回去。
他们2个人遭遇到很多困难，他们的也深信主耶稣基督神上帝，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坚定不移。换作你我，你会仍然相信神吗？在这种遭遇到很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坚定你的信仰？在我们的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里面，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时候我们遭遇到困难，有很多重担，圣经里面这边有讲到，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那边来，意思是说，我们要注目看耶稣，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们要靠主，注目的主。当我们怀疑到，没有人理我，是不是主抛弃我们，或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着他。所以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主基督的身上。那基督的应许是什么？福音。我们信主，就是传他的福音，他来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一切罪恶。上帝把他的独生子为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为我们而死。然后这些福音的根基在哪里？在我们的圣经，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资料都摆在这个圣经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盼望本质在基督，基督的应许我们的，在他所传的福音。那福音在哪里？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跟别的宗教有点不一样，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民间的宗教福禄寿，他们求的是属世之间的一些荣华富贵，我们求的是将来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要透过读经祷告部分。有人说，读经有什么用？就像水流过竹篮子，竹篮子没办法把水凝聚起来，但是水冲过竹篮子，把竹篮子越冲越干净。同样的，我们读经也是阅读，也许你读一遍忘掉了，再读。当我们每读一遍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清晰，就跟水冲过竹篮子，竹篮子没办法把水凝聚起来，但是越冲，竹篮子越干净。我们祷告是跟我们主讲，我们的父讲，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用讲什么太多的形容词。你跟你的父亲、母亲讲话，你会有修饰吗？你把你心里所想的跟他讲，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要的话就是读经祷告。这边讲一个真正的，是我的岳母，她胰脏癌，去年大概是10月初左右的话，到台北马街里面确认了胰脏癌。一般胰脏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医生说3个月左右。他住我家，他是宜兰长老教会的荣誉长老。他早上5点40仍然在读经，因为他跟我太太睡在一起，他起来的时候会把我太太惊醒，所以我太太当然也要问他是怎么样，会扶着他。他说他要去读圣经。早上5点40，当他生命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仍然知道要读经。就刚刚我们讲了，读经让我们的心灵更清醒、更清晰，不会有怀念。一般知道说我要死了，会哪一天为什么我那么快就死了？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但是读经让他的心灵能够更平稳。再讲一个天堂家园孤户之父乔治·穆勒，在成品书籍里面有出刊，就是穆勒，
他很特别，他孤儿院里面，对不对？他创立孤儿院，一般孤儿院的话，院长会去募款，找一些企业家什么的募款，他没有，他从来不募款，他靠祷告。他说，神会引导，会赐福给这些小孩子，不是他去养这些小孩子。他一直这么做。后来有一件事情是，在有一天，他的孤儿院不是100-200个人，是几千个人。他们11点半吃饭，11点20的时候，主持来找牧师说：“牧师，我们没有面包了，怎么办？”牧师跟他讲说：“你找我有什么用？他们是神所饲养的儿女，你不要管，你照你应该做的方式去做。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你不要找我，你应该去问神、上帝。”那个主持的话没办法，只好照一般的程序摆盘子、刀叉摆在上面。好了，11点半，这些小孩子进来了，大家坐在椅子上，看着桌子上面没有东西，没有面包，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东西怎么办？结果门口有一个电铃响了，铃声响了，原来有人送了一卡车的面包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孤儿院旁边有一间工厂，那天早上工厂机器坏掉了，老板说机器坏掉了，没办法做，那这些工人你们就先回去。可是中餐还是要送来了，他们的面包送过来，然后老板说工人都回去了，那隔壁有孤儿院，你把面包送到那孤儿院去，所以他们就把面包给这位那个穆勒的这个牧师里面给他的孤儿院。这个他讲了，上帝才是真正的孤儿之物，他不是。后来他讲的就上帝才是真正的孤儿之物。他在面对的危难当中，他仍然坚定不移说，神一定会照顾这些小孩子。等到你说都没有东西，你会怎么办？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他仍然坚定信仰，坚定不移，神必听他的祷告。紧接着我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基甸会的事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诵圣经，但是其实我们是领人归主，圣经只是我们一个过程而已。我们基甸会目前的话有200多个国家，会员人数大概将近25万人。我们每1.5秒、1.6秒，每一秒送出1.6本的圣经，我们就专门在诵圣经。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甸会的话，在旅馆在军队里面甚至监狱里面有诵圣经，甚至于是国外。然后这个是5年前，我们基甸会有一个国际理事参加国际总会的一个会议里面，问印度的基甸会总会长，问他：你们一个月怎么送100万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基甸会一年送不到25万本，但是印度一个月而已送100万本，比我们多了好几倍。然后他问印度的总会长：你们怎么送的？我们台湾的话，整年的话送的话还不到25万本，你一个月的话，都几乎是我们的4倍。他讲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只能一个月送100万本。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比较贫穷，他要其他国家的基甸会把钱
赞助给他们去印他们的圣经。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全世界其他的国家还是需要圣经，不是只有台湾而已，还有其他国家。这边就讲一个真正的见证的故事。有一次新生人来到我们基甸会的一个会议里面，这个更生人，他讲他的一些见证的事情，然后我们私下有问他说：“你是怎么信主的？”他也不好意思讲出来。他说他关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老鼠尾，把香烟原来的香烟拆掉，那个烟草再用纸包起来。早期的话是用报纸，因为早期里面监狱里面有报纸，然后他用报纸包起来，但是报纸有油墨味，抽起来有点臭。然后我们基甸会有送圣经到监狱里面去，他发现到圣经里面的圣经纸很香，卷一卷抽烟抽得很香，所以他就抽烟的话用我们的圣经纸那个包起来。我们那时候跟他讲说，我们是读圣经，你是吃圣经。然后当然我们也问他说，那你一共吃了几本？我们本来以为想说你搞不好吃第一章你就信主了。他说没有，他几乎吃了2本多的圣经。然后他讲说，他吃了这么多的时候，他关在一起的人的狱友说：“你也拜托啊，人家送你圣经，你总看一下吧，你不能拿来给人家包烟吃嘛。”所以他就翻，在撕的时候就看到这一篇文章，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人若有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里面让他觉得说他以前的罪信了主之后，他已经会变成新的，他就悔改了。这个是一个更生人真正的一个见证的故事。然后我们基甸会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基甸会的话会到教会来？其实基甸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是靠我们这些专业人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摆在旅馆，刚开始是1间旅馆1本圣经，后来的话我们觉得说不够，不是1间旅馆，是每个房间1本圣经，那这样经济压力很大。后来的话，在一次传道人协会里面的会议里面，我们当时的基甸会的执行长在美国的传道人协会里面讲，然后在当场有一个牧师说：“好，我们教会支持基甸会的事工，为基甸会奉献。”就是这样过来了。所以基甸会跟教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教会支持基甸会的事工。所以教会跟基甸会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基甸会送圣经给学校、给旅馆里面的人，这些人因为圣经进到教会来，那教会里面跟我们基甸会，我们需要你们的代祷，我们需要你们的奉献来印圣经，我们还需要你们做同工。为什么要代祷？我们送圣经的时候，像前一日，目前所谓分科测验，就是以前大学联考，天气很热，我们送圣经，我们流汗。当我们在流汗的时候，觉得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可是我们知道有教会的弟兄为我们代祷，我们会坚持下去。然后你们的奉献，包括我们自己也有奉献来印圣经，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需要
印圣经给他们。台湾还有很多，尤其是国中生，他们的话目前的课业的繁忙，甚至于他们将来会走偏路，有一本圣经可以引导他们。然后我们完之后，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祭奠会。经过我们祭奠会里面的宣讨之后，我们会送回宣教士，不是牧师，变成是教会里面的中流砥柱的人。因为我们祭奠会里面的一些活动，我们有所谓的早祷会，早祷会里面我们有查经，我们查经的话有念经文，还要分享。我在大学里面教书快要30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我是专业是在电脑部分，我每一年都要参加研讨会，一样。从研讨会里面，我们可以吸收新的知识。就像你们小孩子，你们送他去学校，希望他考上虎林中学。虎林中学老师不错，但是学生之间程度很高。你有问题，你可以问同学，因为老师有时候忙，可以问。就是说，同学之间会互相激励。同样的，我们早祷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前辈们，他可以分享他的看法，让你的里面能够成长。加入祭奠会不是只有付出，我们参加这些早祷会、查经的部分，我们有祷告，让这些属灵前辈能够提升你的程度，就像你们送小孩子去虎林中学、台大一样，同学之间会互相激励、互相成就，不是只有付出来祭奠会。也就是说，我们祭奠会的话，你们能够为我们祭奠会做什么？代祷，刚才讲了，我们有时候觉得失望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在我们背后支持，让我们能够撑下去。当然还有你们的奉献，让我们印圣经能够给更多的需要的人。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同工，跟我们一起来为主做工。所以我们祭奠会的话，常常会讲是教会伸出去的膀臂，不是靠我们个人，而是是教会在背后支持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做工。最后，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堂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求你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静静地听你的声音，并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而行，保守我们走在你完美的旨意当中，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脚步，能够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并且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你更掌管了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求你让我们的眼光能够越过这些困难，看到你在后面为我们预备牛奶与蜜的地方，让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灰心失望。求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知道你的道路，你安排的道路高过我们想走的道路。在我们被拒绝跟挫败的日子当中，学会了紧紧抓住你，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帮助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凡事借着祷告，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帮助我们的软弱，透过读圣经，明白你的旨意，开启我们的心智。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奉献的人，来帮助需要的人。我们这样恳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要进行奉献，请赖和仪弟兄，请陈嘉和执事、吴文仁执事、吴明月姐妹为我们施献。大家请起立，一起唱奉献的诗。现在进行教会事工报告。报告以先，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大家读2遍。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现在我们看周报的第1页跟第2页，教会的服事、课程、周间聚会，还有奉献明细，请大家自行参阅。奉献明细如有误，请洽办公室。我们看第3页，本主日第1点为基甸会主日，欢迎陈家生长老来本会正道分享。请为其事工代祷奉献。第2点，得胜者团契练歌，在第1场，我们看下主日第1点，第1场礼拜颁发2021年圣经速读奖励，名单请自行参阅。第2点，财务部会中午12点半在704召开。教会消息，第1点，财务部报告，信用卡奉献以款项进入教会账户时间为准。教会于每周6上午刷则确认入账资讯，金额后刊登。拨款时间因各家银行作业时间不一，约至刷卡后将有7到10天的入账差异，敬请会友谅查。第2点，2023年长职预选票还未领取的在籍会员，请至6楼办公室领取。第3点，妇女团契跟夫妇团契联合聚会，在今天第2场礼拜结束后，于705教室聚会，备有午餐。
第4点，7到9月新眼光，追求美善属天价值，欢迎兄姐至办公室领取。代祷事项，第1点，福音初级，我们为8月14号本会青年将前往复兴区姐妹教会3名长老教会短宣服事，求神带领，请代祷。我们也为教会的礼拜，还有各小组的聚集，还有为病痛、身体欠安的兄姐们，跟教会的牧长、长职、团契同工，还有为疫情来代祷。我们请主的长老介绍代祷跟补充。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基甸会总会差派他忠心的僕人陈家生长老到我们中间，陈教授啊。因为牧师身体欠安，所以我来代表牧师在这里欢迎他来啊！我们谢谢他今天早上来这边请安跟正道，我们大家用鼓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请坐。陈长老是第一长老教会的长老哈，也当过他们教会的那个教育部长，还有传道部长啊，对于这个灵命造就方面啊非常有恩赐啊！谢谢他今天早上把这个基甸会赠送圣经这重要的讯息跟我们分享，我们非常感谢。我今天早上很受感动啊！我7点钟到教会来，办公室门没开啊。我7点20出了门，就发现陈长老已经到了哈，他从内湖啊来这边呢，这样的敬畏神呢，我非常的感动哈，我们也谢谢他今天劳苦哈，神的恩典与他同在啊。我们也特别说是为了今天有来的我们2位基甸会的这个我们的智慧的会友哈，我们特别感谢啦邓志炫，还有那个太太啊蔡幸回，他第一堂请坐。第一堂有来，那么现在坚持到底啊！我们也非常谢谢他来这边啊，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基甸会啊，在这边赠送很多圣经，特别前面看的这前面的这个我们的基甸会的记号啊，这是4世纪圣经里面的4世纪里面的这个基甸啊，跟米甸族来征战的时候啊，人家有12万5千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的士师啊，我们这个基甸啊。他的手上有2万多人，上帝讲说：“哎，不需要那么多了。”后来他说：“你们怕死的可以先回家了。”他剩下1万人呢，不怕死的。上帝讲说：“1万人也太多了，叫他们去河边喝水，手捧着喝水的人留下来，趴在那边喝水的人呢回家。”这样，后来只剩下300个人比较有警惕性的，用手来喝水的，所以只留下300个人。他们就用这个瓦器里面装了火把。在趁那个夜晚是出击啊，结果那个敌人12万5千人吓得要死，爬起来以后互相残杀，结果死了只剩下5000个人跑回去了。所以这个基甸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们的基甸会就用这个4世纪啊，基甸这个勇士啊，那我们来取它叫基甸会，它就是这个火把里面代表是圣经，上帝的亮光，能够传扬到各地去，让很多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都可以看这本圣经得到亮光，那灵魂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是基甸会所做的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关心基甸会的圣工，也能够为他们代祷，为他们奉献，能够参与基甸会的行列啊。在这个地方以上，我简单的报告一下啊。那我们特别要关心的就是在这个8月14号我们这个短宣队啊，我们这个青年要到我们的姐妹教会3民教会那边去给他们做短期的这个宣教的辅导。那希望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去那边多有学习，在至圣的真道上能够造就，也能够在那边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好几年前他们有去了3民教会那边那被蚊子咬的全身就说还有人泻肚子，所以这次为他们代祷，希望他们去健健康康的去，然后呢每个人都得到很多在灵命上的造就成就，能够回来，我们为他们一起来关心和祷告。好，以上简单的报告。现在我们要进行夏季学校的呈现表演，我们请夏季学校。
出发吧。
爸爸妈妈了吗？好，大家平安。我是下届学校的营长孟轩。那在这里主要就是感谢这个礼拜教会会有对我们的帮助还有关怀。然后以下会有，等一下会播一个我们这个礼拜的回顾影片，那就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请人不爱，请人不，千万别对我们说谎。
我们老师也有一个表演，那就先请我们老师就位。Lux 香氛沐浴露，轻奢氛围。Always something trying to steal my mood. My crazy thoughts trying to kill my groove. That's when I hear a voice whisper through the noise that brings a bigger picture into view. Whenever the clouds come into my mind, I won't forget it's you who tells the sun to shine. Every birthday, every night, every second thought about tomorrow's wasting time. You hear the sparrows, everything they need. You're like the stars and the paper leaves. And you clothe the lilies with your majesty. And you don't even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No, you don't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Who am I in light of everything that you would choose to set your eyes on me? It blows my mind to think that you would know my name, and I'm adored by the King of Kings. Whenever the clouds come into my mind, I won't forget it's you who tells the sun to shine. Every birthday, every night, every second thought about tomorrow's wasting time. Hey, you give the sparrows everything they need. You're like the stars and you paint the leaves. And you clothe the lilies with your majesty. And you don't even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No, you don't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No, like you love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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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eak it down one time, break it down two times. Hey, listen up. Why should I worry? Why should I care? 'Cause nobody loves me, no, like you love. Why should I worry? No, why should I care? Every second thought about tomorrow's wasting time. You give the sparrows everything they need. You're like the stars and you paint the leaves. And you clothe the lilies with your majesty. And you don't even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No, you don't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No, like you love me, loves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like you love me. Nobody loves me like you love me, Lord. 接下来是祝福差遣。在圣诗第402首，
恳求主引领我脚步，恳求主引领我脚步。请起立，唱全首，唱完请主的长老祝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早晨你呼召我们来到圣殿，在这个地方我们敬拜跟赞美你，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从今开始从你至圣的正道上能够造就自己。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走入平安之路。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特别为了我们陈长老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分享基甸会的重要性，也求主你恩待他，无论在任何的地方都有主你的同在，你帮助他有属灵的智慧跟能力，让他说在每个地方分享基甸会的时候都充满了属灵的力量。感谢赞美，祝福他平安的路。我们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看到夏季学校他们的验收，他们的成果。祝福虽然夏季学校结束，但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感情依然存在，也让神的圣灵催逼这些孩子们能够继续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地方聆听你的福音，也让他一生走永生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奉你的名，让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跟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殿乐默祷。平安礼，请大家彼此请安典礼。